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今天我去看外婆和奶奶。我现在这个情况属于蛮特殊的，你们有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我是上有老下即将有小，老上还有老。我是特别重视亲情的一个人。已经到外婆家了，今天她老人家不知道我要来，我给她一个惊喜。您好，您的快递到了。我不啊。我把那个惊喜不是快递哟，我今朝来看看呢。喏，一箱背包呢，今年会分7个嘞。哦，那这个今年背包来高点啊，比楼里会贵100。你养孩子哇？是不是养孩子2台杠比1台杠子哇？哎。三个今朝走下来买海，已经转变正常子。哦。你上哪看那一点背包？你看一个背包，一点背包呢，总归可以打饭吃。我跟你讲，那一高头是足够。是的，你先搿出来是。营养特别当心嘛。那个你打打再吃，打打再吃。米蛋了哈。今年你哪会得分毛背包？咁啊，我前2年都忙讲侬胃口要不海的。咁我不能海接一个子。是。我上追着，因为我回去看安部了。再会啊，拜拜。一个我为个安部一直拿你心上想。现在的枇杷为什么贵？我觉得就和大闸蟹是一样的。之前嘛就苏州人吃，结果现在啊它是销往全国了，所以这个价格就炒上去了。你们看外地啊，它顺丰空运都能寄，但是它产量只有那么一点，炒到了50多块1斤。你想100块人民币2斤都买不到。奶奶好像不在家，这个门铃我摁了很久了，出去找找。我奶奶一般不在家里的话，就可能在门口的超市那里闲逛。我已经看到她了，我打算在这里等她走过来，给她个惊喜。她也不知道我要来。阿爸，阿爸，你哪来呀？孙子来看看你哇，我看看你发了屋里没出来寻寻你哇，到底么子不能还是走去吧，熬头热。网上的。哎，这是天子奶能吃个么子？上海么子啊？那个是人儿四狗羹。你年纪大个没牙齿个吃再哈，那个是玉门参嫩个，你吃粥渣渣。我又不吃粥干。那不吃粥么难，粥干还吃过，当三菜吃也可以。那个梅果菜，那啥红山肉。没到，山猪蛋有的。哎，山猪蛋我上趟答应你，我讲要打给你。一个香烟们都要哇，香烟们你去唱婚宴，人家最时代上哎不个。中午奶奶家吃2个蛋黄肉粽。嘴巴有点渴，喝一袋牛奶。我教大家喝牛奶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个牛奶啊，既不用剪一刀，也不用倒在碗里，很方便的喝。大家看好了，就是这样，吸干了就可以直接扔掉了，非常的方便，中间插个孔就行。这个是我们以前出去唱评弹老先生的办法，因为上台前都要快嘛，简单又方便。看看我最早，你看看姐啊，上去吧。